来看国际新闻，有美国总统川到敲切以色列和哈马斯10月13照停火协议完成第一阶段人质交换。以色列甲1950名巴勒斯坦囚犯放出来，那哈马斯也甲20名以色列人质，也有4个已经过身的人质遗体引渡回去。 和哈马斯关738天，拢总2年外，以色列人质卡尔冯伫病院看到亲人的时阵，欢喜甲哭出来。后来甲亲人一直相揽，有我思念，直接就看会出来。家境期间所承受的身体甲心理折磨，伫这个时阵全部拢逃放。2023年担任诺瓦音乐节安全人员的库珀斯泰因，本来有机会逃走，却因为留落来协助受伤的同胞，却去哈马斯掠去。伊倒伫眠床无法度讲话。 爸爸为了替后生请愿，积极伫福建，希望会使讲话。看到后生平安倒转来，真正是目屎四淋水。代志发生迄天，以色列人质阿加马尼去哈马斯的机车掠走的画面，也甲男朋友偶尔去人拖来行的情形，已经变作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历史镜头之一。阿加马尼已经伫2024年6月，甲其他3个人质互人解救。伊甲偶尔幸运中风的时阵，那亲像过一世纪。 以色列剩下的20个人质13陆续释放，因透过红十字会的协助，坐直升机离开加沙，由专家送去雷姆军事基地的病院接受检查治疗。后来甲亲人团圆，因3件时阵欢喜甲哭出来，边的以色列士兵嘛拢真感动。I was so nervous. I was so nervous to meet him in the first time, and it was so exciting and moving. There is no words to describe how we feel.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really. 4个已经死亡的以色列人质遗体嘛，伫13互人送倒转去。车队到特拉维夫的时阵，边的家属提火速迎接。伫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在红释放的巴勒斯坦人的车队，有上千个民众伫路的迎接，有家属等未赴巴士停车，就要去伫车摊甲亲人相见。 الشعور لا يوصف انك تشوف الشمس هذا اول شيء، ثاني شيء انك تشوف الشمس من غير شبك هذا شعور لا يوصف، ويديك محررات من الكلبشات ورجليك محررات من الكلبشات هذا شعور لا يوصف。以下停火协议已经完成第一阶段人质互换天数。美国总统川普13原来出席伫埃及举行的高峰会，甲埃及、卡达、土耳其讨论加沙停火了后的事项。因为以色列甲哈马斯无出席峰会，所以双方什么时阵会当达成真正的和平也唔知影。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